大家好，今日我哋嚟睇下小兔花花嘅故事。有時候朋友之間可能會有啲隱形嘅小刺㗎。花花好鍾意同小羊一齊玩，佢哋每日都一齊畫畫同分享小食，非常開心。不過小羊只要少少唔開心，就會突然唔理花花，一句說話都唔講。呢個就係冷暴力。小羊仲會叫其他同學唔好同花花玩，搞到花花得返一個人，覺得好孤單。花花好焦慮，係咁同小羊道歉，但小羊依然唔理佢，呢種感覺真係好難受。花花返到屋企，喊住同媽媽講，媽媽溫柔咁攬住花花，安慰佢受傷嘅心。媽媽話呢啲懲罰同冷落，就係關係入面隱形嘅小刺，真正嘅朋友係唔會咁樣對你㗎。花花終於明白，佢決定勇敢咁放低呢段令佢唔開心嘅友情，唔再勉強自己。後來花花識咗新朋友小紅，小紅好樂意同花花分享玩具，大家有傾有講。原來健康嘅友誼係充滿溫暖同尊重嘅。希望大家都可以揾到真正對你好嘅朋友啦。